那带观众朋友继续来关心这风台的动态。气象署表示讲，头拄啊11点的时阵呢，这花家沙的暴风圈已经卡到咱的恒春半岛，即马是针对台东、屏东甲高雄来发布陆上风台警报。对今仔日下晡开始，一直到拜二，这风雨是上大的，对咱的花东、高雄、屏东影响也是上界明显。华东地区的海岸海涌一阵一阵来，气象署指出，拜一东半部的风雨愈换愈明显，另外强烈风台花家山的强度有可能会搁再增强。对拜一下半部开始到拜二风雨上大，气象署提醒华东地区、高雄、屏东这些所在，毋但雨水高，落雨的时间嘛真长，也有针对11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。花东地区、恒春半岛及绿岛兰屿，还有宜兰山区和屏东山区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豪雨。另外，在大台北地区、宜兰平地、屏东平地以及桃园山区、台中山区、南投山区和高雄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。气象署提醒讲，风台花家沙虽然会对台湾的东南边往西边扫过去，也毋过风台结构完整暴风圈真宽，影响的范围包括台湾各地。气象署表示，虽然西部的雨水无高，也毋过沿海和离岛拢会盛强阵风。云林以北的区域，还有南投以及整个东半部区域，还有澎湖、金门、马祖，会是橙色灯号，平均风力6级，阵风8级；而绿岛、兰屿以及屏东是橙色灯号，平均风力9级，最大阵风11级。这些区域也会随着台风逐渐靠近，会稍微的做调整。针对海涌的部分，气象署已经观测到台东海涌有6米悬，北部海面嘛有5米悬，嘛表示拜一到拜二早起，东南部海面和巴士海峡可能会有6米以上的大涌，嘛指出风台中心的涌悬会到10米以上。气象署提醒民众唔通到海边避免发生危险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